咱来上个祈祷。特别是在阮这个时阵，要用你所吩咐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讲的话，阮知这也是对阮讲的话。阮感谢你，互阮有老爸，有囝儿。阮知影摩西所吩咐，就传承这个信仰的责任，也伫阮的身上。愿阮伫遮所分享的，得到你圣神的帮助，提醒阮，互阮知阮的职责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顶礼拜咱的迄个报告的时馆长就有讲，今仔日的 potluck 是要庆祝伟大佮辛苦的爸爸。我转去问阮某讲，迄是你写的是吧？伊讲毋是啦，安尼迄毋是讲我。我问来问去讲是立业长老写的。我会讲毋过报告即个是恁逐个反应互我做老爸真正心真冷，你知影？逐个拢安尼啥人是叫做伟大佮辛苦的老爸？我讲母亲节甲父亲节咱来比较一下，我有创一个迄个底下有两个人的名，一个 Anna Jarvis， 甲一个 Sonora Dot。Anna Jarvis 是1907年的时伊要纪念伊的老母，因住伫 West Virginia， 所以伫美国的东边。1907年伊要纪念伊的老母，伊迄落插迄落什么 carnation， 无老母的插白的，有老母的插红的，你知影迄是1907年。迄个时阵真对教会开始逐个拢感觉这真好，所以念伊就直看去，直推广去。到1914年迄个时阵的美国总统 Woodrow Wilson 真正签一个行政命令，讲定5月第2个礼拜日是母亲节，这是对遮来的。1907年1914年总统就认定啊！你想看这是偌尔厉害咱台湾嘛是用迄日做母亲节，这咱拢知影的代志。父亲节是 Sonora Dot 这个查某囡仔开始的。听讲是伊1910年母亲节去做礼拜时人大家咧孝念老母。所以拄仔是1907到19103年啦，然后伊去做礼拜，教会就咧庆祝啊。伊伫遐坐想讲，伊的老爸是单亲爸爸带因的囡仔，伊感觉讲，哪会干那纪念妈妈，拢无人纪念爸爸，所以伊就去甲因牧师讲，咱来创父亲节。牧师好也好，我讲1910年伊迄个爱你开始你知影偌久无？一直到1972年美国总统 Richard Nixon 才认定讲6月第3礼拜是父亲节。母亲节1907、1914都变做全国庆祝的。咱做老爸1910人开始到1972安尼呢。真正是想到心肝真艰苦呢北美洲的台湾人的爸爸恁一年拢过2摆呢。这一摆过去爸爸节又过一摆你父亲节老实讲，比母亲节真正是失色真侪啦。这实在，所以顶礼拜恁迄个反应我了解啦，不要紧啦。
有一个囡仔吼，人甲伊问讲：你知影父亲节无？伊讲我知，迄甲母亲节共款。毋过吼，我敢若知影，阮毋免用遐尼济钱啊。请妈妈较上重，请老爸凊彩就好啊啦。总是我甲你讲，我伫准备即个讲道的时候，我看一个美国的牧师的讲道吼，伊有摕一个数字出来，偌可靠我毋知，总是会当互咱想的。伊讲吼，伫无老爸的家庭，无老爸的家庭有即个数字，青少年无老爸的家庭吼，自杀的63%就是无老爸的家庭。离家出走的吼，90% 是对无老爸的家庭出来。行为失调 （behavior） 迄个是行为有问题，85% 是对无老爸的家庭出来。中辍生学校读一半就歹读的迄71% 是对无老爸的家庭出来。食药啊！食药啊，迄 drug 的囡仔，75% 是对无老爸家庭出来。伫监狱内底的少年的犯人，85% 是对无老爸家庭出来。到底这个数字偌尼可靠，我毋知，至少这是我看到的。啊，这个牧师佫讲一项，这个牧师讲用教会，伊讲吼，老爸无去教会。敢若老母带囡仔去教会吼，遐个囡仔会继续留伫教会做礼拜吼，敢若18% 尔。老母无去教会，敢若老爸带囡仔去教会，遐个囡仔会留伫教会的 percentage 是66%。那两个爸母拢总有去教会，带因的囡仔做伙去教会，遐个囡仔留伫教会的 percentage 是75%。我拄仔讲的，我看到是有这个数字，我毋知影偌可靠，我毋知，所以袂要紧。这会当互咱想的代志，会老爸我哪小可有路用呢？我是要甲恁讲啦，我是甲恁讲老爸嘛。一个囡仔成长的中间，迄个 father image 老爸形象袂当欠，这是实在的代志。开玩笑不要紧，总是咱袂当忽视做老爸的职责。咱今仔日对《申命记》读9节来听，这9节的影响足大的，这9节的影响犹太人2、3千年无国家，还阁会当伫1948年复国，拢总对这8、9节的圣经来。我较顶下。这阮来说明互恁听，大概的背景是安尼啦。摩西到这个时阵已经1年了啊，伊带以色列百姓对埃及出来40年久。你甲想讲，摩西带40年，40年因出埃及的时候，迄阵啊出世的囡仔，即马差不多40岁。因出埃及的时候，会经过偌尼困难，这囡仔。迄个年岁囡仔一定捌听伊讲，毋过因真正毋知影个真详细。这甲咱即个时代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代志，咱听捌听的，总是咱毋捌经过迄个，咱就是无共款。摩西到遮，伊知影讲，伊伫世间的日子无久啊。这百姓伊带因到遮，因要入去迦南地，所以伊吼对《申命记》第1章开始吼。伊差不多是甲因复习，甲以色列百姓复习，对埃及安怎互人欺负，上帝安怎带因出来，迄个经过，伫第1章到第4章，伊说明互遐个较少年辈，对伊家己讲互因听。第5章，伊讲足要紧的代志，就是10条街的代志，10条街的代志。伊伫遐各甲因复习一摆，这10条街。对第6章开始，咱拄仔读的，伊甲因讲哦，上帝有吩咐我甲恁讲，
对即马去，恁入去到迦南地吼，上帝这命令恁都爱守，恁才会当伫遐兴旺甲顺利。咱今仔日读的是伫即个背景的下面，《申命记》吼，迄个我有一个《申命记》吼，申是说明，也是定在提醒，命是上帝命令。我毋知影即个《申命记》吼，当时翻译圣经遐外国的宣教士吼。敢若是或者 Morrison 的款去中国，伊头一个用圣经翻做中文，伊的汉学一定足歹，伊会晓翻叫做申命记吼，无简单呢。英语叫做 Deuteronomy，Deutero 吼是希腊文 second 的意思 ，Romi 是 law， 第二遍甲因复习上帝的命令，上帝的律例，所以迄翻做申命记实在是足好翻的啦。申命记迄个意思，中文有一句成语说“耳提面命”晓。耳提，我的华语实在袂够来歹吼。耳提面命，摩西知影伊伫世间时间无久，伊上尾的机会，伊甲因讲。所以，伫第1节到第3节，伊第1节甲因讲，恁要入去迦南地，上帝有吩咐我甲恁讲这话，恁爱注意听。伫第3节，伊甲因讲，恁着爱听，着爱切实遵守，切实遵守，这是伊第3节讲的。所以，这是摩西的心情，伊将上帝的命令转告以色列人。但对第4节到第9节，第4节到第9节，圣经学者有，毋是干那圣经，犹太人有一个名叫做shema， shema 就是听的意思啦。咱的圣经翻做着注意听。我有一个迄落shema 吼，shema 就是，若讲shema 就是伫讲即站，shema 的内容是啥样？我今仔日要讲传承，我本来是啥讲信仰的传承，我听听我想诶，也是传承就好啦，安尼较好讲啦。shema 的意思是着注意听，所以若讲着shema，以色列人讲耶稣知影即个shema，咱今仔日读又讲着。专心专意听主你的上帝，这是第一大的改变。什么上要紧？耶稣有搁加添一个，就听主面前就交去。耶稣的摩西的什么是敢若听上帝尔，耶稣搁加一个利未记第19章遐，就听主面前就交去。这嘛是摩西的命令啦。所以咱今仔日我要来甲咱三角看。这个神马这个代志，有一项我爱讲吼，你去看圣经的上头前5本册吼，迄或者 Torah， 我较顶下会说明者，或者 Torah 是摩西的5经。这你去看的时候，因差不多拢用查甫人做中心，拢用老爸甲囝的关系。这伫迄个时代，咱真会了解啦。圣经本来就是拢安尼写，总是吼，我今仔日要讲的迄什么，毋是干那老爸甲囝，咱伫迄个小儿洗礼的时吼，咱伫小儿洗礼的时，有一个所在是，甲囡仔领洗礼了。咱全教会拢总伫上帝面前誓约，包括老母、包括阿嬷、拢阿姐拢在内，毋是干那查甫的尔定。圣经有影是用查甫做中心，总是圣经对查甫的要求嘛较严格。上简单的例吼，恁知影创世纪伫黑龙园吼，
夏娃食果子了，食果子了，伊摕互阿当食，阿当后食丸啊。毋过吼，上帝来到乐园的时候，找阿当算账呢。伊问讲：阿当，你去倒位啊？上帝袂说讲，啊，你这个某无约束好好，你是咧创啥？这属实个代志。你甲看迄个约书亚讲一句真出名的话，约书亚24章15节，伊讲：论到我甲我的家，我毋要服侍耶和华。伊代表这毋是约书亚太太出来讲的，是约书亚讲的。伊代表伊的家族讲，圣经是有影安尼无毋对。总是我直接要讲的是，咱做一个教会，今仔日的什么我所要讲的这个传承，咱大家拢总伫内底，因为亲像伫上帝面前誓约共款，囡仔领洗礼了，咱牧师会问讲，恁有接受这个囡仔是上帝交代咱帮咱遮的父母培养一个囡仔，大家拢讲袂，这是真要紧的道理。但第四节，伊讲吼，以色列啦，要注意听什么？上主，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主，独一的上帝。这是信仰告别啦。上帝是唯一的上帝。10条诫的第一诫嘛是讲这个，敢毋是？所以摩西真要紧这样代志。伫埃及的时，受埃及的影响，一定有真侪人甲埃及人多拜。总是出埃及了，摩西真强调上帝是唯一的上帝，毋是 Gods， 是 God 大写的字，迄个去看的上帝，独一的上帝。所以这是迄个以色列人的信仰的总基础。上帝是唯一的上帝，袂当妥协，袂当妥协。伫出埃及的时，伫路中，因有去拜金牛啊，有去拜别光偶像，即个代志拢发生过，总是上帝无欢喜，敢刑罚。这伫圣经内底拢有讲。咱伫遮看到拜偶像，袂使拜偶像。什么是拜偶像？有一个牧师用上简单的定义，伊讲吼，你若看别项比上帝较要紧，迄项就是偶像啦。我若看趁钱比上帝较要紧，钱是我的偶像啦。你若用这做标准哦，咱大家拢捌拜过偶像的，敢无？咱拢捌，这真严重的代志呢。摩西用这个甲因讲，这是上要紧的，爱尊重上帝是独一的上帝。总是信你尊重上帝是独一的上帝，so what？ 个你是要安怎？真侪人拢讲因相信上帝呢，总是上帝甲因无关的啊。咱真话，恁大家拢会来做礼拜我伫遮讲这实在是讲较简单。阮牧师啦讲这个道理迄都听的拢无来啦。恁拢有来啊，真正在听这啦。这个没安尼对不对？这个我想到足挫折感的呢。应该听拢无伫遮，就无来礼拜嘛。有来礼拜，你逐日甲讲，恁都爱来做礼拜，都来啊！你只顾讲啥？这真趣味我做牧师的时候，我拄伫台湾来去别人的教会，老实讲，逐项拢毋知啦。因为迄个教会的代志拢我有主日学啦。主日学我头一遍安尼迄礼拜开始头一礼拜，我看足侪车入来拢人少年爸爸妈妈驶车来来我看足欢喜的。
我就去甲因熟悉。啊，因嘛讲有知影有新的牧师来嘛，要来看我啦。啊，来就看我。囡仔教我，车驶会做因去。我说，咱这台湾来吼，咱台湾人就无安尼嘛。我讲，这是走迄队。我问这个会友，这是安怎？哪会敢若载来囡仔等下因做走？伊讲这个父母吼，逐个拢无闲哦。这个时间因拢在做伙啉咖啡啦。囡仔 babysitter， 你甲阮顾上好啊，你主持就好啊。因有信上帝无有啦，因嘛讲囡仔基督教教育最要紧诶，囡仔等候你伊做走。因为咱这是50年前诶代志，咱即马咧听讲，遮诶教会人愈来愈少。父母安尼，我拄仔讲诶，老爸无去，老母去有几 percent 过啦？我有讲两个拢去诶是75% 诶老爷，若两个拢无去诶咧，一定无去嘛。真正真伤心诶代志呢。摩西知影即落代志会发生，你信上帝所发，过去第5节，伊甲伊讲哦，你着真心专心、专情、全力听主你诶上帝，爱有行动啦。你敢若出一支嘴讲你信上帝，囡仔拢等互人，迄逐个嘛会晓。摩西要求，毋是信上帝独一个上帝，爱专心、专情、全力听上帝。我咧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，迄个心啦、情啦、甲力吼，老实讲，我即落读即落，迄心是代表啥个？我读足济啦，真歹讲。我真正，我相信我嘛讲袂清楚啦。我若无法度讲的时，我拢去找吼，一个叫做 Eugene Peterson 已经过身去啊。伊有翻译新的圣经，用英语足白足简单的英语吼翻译圣经哦。我感觉伊翻的足好，我有翻出来吼。这是英语的啦，毋过真简单的英语，我相信咱大家拢会晓。Eugene Peterson 吼，将这个翻译，你着专心、专情、专意。伊讲 Love God， 听上帝，这咱拢捌。Your God， 你的上帝，毋是别人的上帝哦，是你的上帝。你要知影这啥？用你的专心去听你的上帝，你家己的上帝。过来咧 ，Love Him with all that's in you， 伫你内面所有的，用你内面所有的你的 emotion， 你所有的情感，你的想法，所有的拢。诗篇103篇，代表讲我的心神，你着学了后我，烦恼伫我内面的，着学了后，就是迄个烦恼伫我内面的啦。I love Him with all you've got， 你所有的全力，你所有的用迄个来听你的上帝，这是摩西互因的命令。那安尼做的是地上的父母，甲天顶的老爸，底下有结连，敢是？这是真要紧。什么？耶稣嘛看这个做足要紧的。过去第6节，伊讲吼，我今仔日命令恁这话，着记伫心内。咱大圣来看，着记伫心内。我感觉即卖。咱真少咧暗念圣经呢，暗念圣经。我会记我细汉的时候，拢爱念金句呢。咱即中间若伫台湾读书学过，咱拢捌念金句。为了念金句比赛呢，看啥人较会念金句的，拢有想呢。吼，迄阵阮迄书读圣经啦，主的祈祷文啦，这拢爱暗记呢。你要记伫心内吼，你爱挑工去记。
但是你一定要调工记记。阮对细汉咧念圣经66本，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，那66，佫会唱歌呢。即马拢无呢。阮做牧师，人甲咱讲，咱来看，那希伯来书，大家对旧约一直献。我捌看到一个漫画，讲一个牧师徛伫遐，一本圣经摆伫头前，啊，毋知要献倒遐。伊下骹写讲牧师的心内底想讲。啊！即本册咱无照迄落，就无照 alphabetical order 去排啦。咱会安尼后白跳，连阮牧师嘛会安尼跳，会安尼呢？这是真悲哀的代志。摩西讲，我即摆要甲恁讲的代志哦，恁爱记伫心内，记伫心内，爱用功呢。啊，记啥你知影无？一项物件叫做 Torah。请你做一个迄落出来哦 ，Torah 吼 ，Torah 就是律法，摩西的五经的意思。创世纪出来语，我拄仔讲迄5本，会叫因爱记迄5本呢。特别是10条诫，特别是上帝诫命，迄是足要紧的。迄是以色列人因的。宗教信仰的上根本 ，Torah 所写的，摩西对上帝得到的，包括10条诫，拢总伫 Torah 内底。摩西甲因讲，这恁爱记伫心内。这真大工程，敢毋是？真大工程。总是这是对父母的要求。恁等于毋免去背迄啦，我家己嘛无背啦。总是我甲你讲，摩西伫遮要讲的意思是吼，恁着爱知影什么是上帝的律法。你要传承，啥？你家己袂晓的，你要互人；你无的，你无法度互人。这真简单的代志。你要传承互你的囝儿以前，你应该爱知影你要传啥，敢是安尼？佫一个叫做塔木德，中文翻作塔木德经。恁毋知会记有一个吼，伊的名我定定读伊的名，读甲真艰苦读，叫做苏之峰。恁知影这个律师无？伊是迄个什么叫做草维哦，草维主席界了，非常成功的一个台湾的。妇女吼，这是伊甲因爸爸。我来讲，伊吼，因爸爸吼，伫台湾的是有人甲伊访问，伊有特别讲吼，人问伊讲，你是安怎训练这个查某囝训练甲这厉害？因老爸讲吼，因2岁就移民来美国，伊讲伊去上班的所在真侪犹太人，伊对爱犹太人摕到一本册叫做《塔木》就是拄仔讲塔木德经，伊讲伊就是照迄本册训练伊的查某囝。下晡我转去吼，我会叫小丽将迄个 link 放伫咱的群组内底吼，恁沿暗会当看。你看因爸爸伫讲迄个塔木德经的代志。塔木德经的是吼，毋是耶稣写的，嘛毋是摩西写的，是历代的迄个犹太人的列比吼，对 Torah 对上帝的律法、摩西的教示所发展出来啊，会当实行的迄款物件，敢若阮读法律的吼，就是法律是安尼写，有施行细则，要安怎 apply 这个法文啊？迄个塔木就是对 Torah 演变出来。你会记得耶稣伫世间的时，甲这法利赛人定定咧回高高吼。讲起来实在是犹太人真无简单一个民族，因对主前720年左右就亡国啊。
这中间哦，因四散伫世界各所在，因到各所在拢起会堂，拢有咧做礼拜。开始的是因无写物件，因真正照摩西所讲的，拢用记的，将安尼用喙传互伊的后代，甲伊的后代讲，这是因用 oral tradition 用喙传落去。台湾话有一句话讲哦，你教人物件会减，教人话会加，你捌听无？我甲你讲。这 oral tradition 吼，拢会直直走出来，直直加。我所想的，就较加了，就较加了。敢若耶稣甲遐法利赛人为着守安息日这项代志，就花哩袂得啊！咱拢知影吼。耶稣伫路加有伊要伫安息日一个手高大的，耶稣要甲伊，这法利赛人甲耶稣花，耶稣甲因讲。恁若是有一只牛，伫安息日落落去坎骹，恁敢无要去甲救起来？毋知有啥人就伫遐讲安息日就爱安怎守，敢若会当安尼伫安那一日会当行偌远，行过就犯法，就犯律法安尼，得罪上帝用安尼。耶稣为着这，因为即款的传统未可得。伫主后差不多500年，一寡犹太人的列比拢换来，将四散伫各所在对托拉出来这教示啊是啥，直接换来，就是这本tal木的。所以这是犹太人的智慧的产品。犹太人的囡仔教训练囡仔的方法，恁捌听无？全世界大家拢在学呢。这个Lisa Su的爸爸就说：“伊这，我实在讲，为着准备这个讲堂哦，我真正这个方面以前我差不多唔知影这个代志。啊，因为我会记得伊有这个访问哦，所以我去找出来，我摕到来，我这迄个 link 用暗才交恁。”但我直接要讲的是，摩西敢若迄句话讲啊，我今仔日命令恁这话，就记伫心内。伊安尼真简单讲一句话吼，犹太人真正安尼呢，因真正安尼记，因无2000年无国家，哪有可能会当过1948年过建国？这毋是真偶然的代志。第七节，嘛着温困驾驶恁的行事传承，嘛着温困驾驶恁的行事。摩西叫伊讲，恁着温困教恁的行事，毋是主日学老师会教恁的行事啦。嘛毋是你囡仔甲送去教会学校读册，老师都会甲伊教，你拢毋免甲教。例如，你伫厝呢，摩西佫落是讲吼，教你的囝儿，无论伫厝内坐，伫路呢行，倒地还是起来，拢着念互因听。父母甲囡仔做伙的时间遐尼济，机会遐尼济。你若毋用，干那要交互主日学老师，甲交互学校老师，绝对无可能。你家己爱教，传承。啊，教毋是干那出一支嘴呢？你爱念互因听。我甲你讲哦，你毋免念互因听，伊嘛在听，你知影？咱做父母的哦，咱无念互因听，因就要听。阮囝吼，我捌一摆带阮囝去坐迄个 roller coaster 吼，安尼。啊，因普通拢讲英语嘛。我坐 roller coaster 就停落来了的时候，啊，我先落来，啊，因落来，阮囝那发一句话出来，甲讲，吼，夭寿。你要迄句话对谁听的？对我听的。我无念互因听呢。
我普通时啊，有啥物代志都夭寿。伊个真后，就迄个时阵，迄罗拉克斯就坐了落来话讲夭寿。哦，我迄个，互我印象足深。你毋免念互因听，因嘛在听。感谢呢，感谢呢。过落去吼，过落去吼，讲哦，过着绑伫手呢做记号，绑伫头遐提醒，叫因着将拖啦绑伫手的，绑伫头壳，这是要安怎绑？你要安尼想无？哎，我有一张图，我摕互恁看吼。OK， 迄个 PowerPoint， 这是一个以色列的军人啦。这会当创较大无哈？迄吼，恁毋知看着，伊的手有绑一寡带有无？伊的手有绑一寡带吼。啊，伊的头遐有一个死死角角的阿爸，有无？迄吼，犹太人讲迄叫做吼 Tiflin， 我有写迄两字出来。这张图我确定啊，我 Tiflin， 伊就是手绑的迄个甲即个死死角角这合作的叫做 Tiflin， 这有当买，无伤呢。伫即内面吼，即内面因有放圣经节，一绑的手的吼后壁就是创圣经节。摩西甲因讲，恁就绑在恁的手，放在恁的遐。因真正安尼做呢，无规本拢放落来。因放啥呢？因放三位的圣经，写甲足细字的，放伫内底。伫迄个出埃及第13章第15节到16节，摩西甲因讲，我读互恁听着吼。迄时埃及王固执，毋放阮离开。上主就将埃及所有人的大囝甲精生的头上生的，拢杀死。所以，阮将头上生公的先生奉献予主，将大囝赎回。过来第16节，你着伫你的手甲你的头遐做记号。纪念上主用大权能的手带恁出埃及。摩西明明甲因讲，恁要记这项代志，爱去放下甲目睭。同款伫什么，伊嘛安尼讲，什么伊嘛安尼讲，这以色列人安尼做。以外吼，即个出埃及我拄啊读互恁听，即个以外，搁一个圣经节就是什么？申命记第6章第40到第9节，啊，搁一个是申命记第11章13节到21节，迄个较长是摩西甲因讲，着爱安怎做的代志，迄个较长。这三个吼，有因专门在做，放伫个锁啊，会当绑断手的。放伫个会当绑伫，因真正安尼做，到即摆还阁安尼，这是无偌久以前翕的相，因到即摆还阁安尼。摩西讲，绑伫恁的手做记号，做记号是要互别人看，是要互别人看。做记号，你有什么？你有相信上帝，你有决心要听主你的上帝。这是你的记号，过来绑伫头遐提醒，提醒是为着你家己，为着我家己，是安怎放伫遐头？因为放伫遐头吼，遐头上我脑的，你咧想代志，上帝什么伫遐？目睭你咧看物件。上帝什么的啊？你的手在做代志，上帝什么的啊？真有意思的命令呢。过来第9节讲，着写伫厝的门徛，嘛着写伫城门。这嘛有一款物件，就是这个啦。你去犹太人的
人的厝，还是讲花堂哦，你会看到因的门的头前拢有一个光啊，像迄个光啊，安尼一个，遐有一个安尼三车的吼，迄是希伯来文的字母 SH 啦，沙玛就是这字开始的啦，沙玛就是这字开始的，沙龙嘛是这字开始的，沙龙是平安，所以因将这叫做梅祖卡，因用这个吼藏上帝的话，表示沙玛，嘛表示沙龙平安，这是真有意思的。啊，这拢我这2礼拜读的，直接甲恁来，这现煮现摕出来食的，这真正是真有意思。以色列人到今仔日还在做这个代志。迄苏爸爸吼，伫访问的内底伊讲，咱台湾人都是欠一项这个物件，真正好足同意的，咱欠这个物件。塔木的吼，倒是甲你讲，我要想这个结论吼，我想偌久咧呢？塔木的吼，恁爱相信我的话。塔木我有当讲，因伫教人讲，你老爸就爱对囝。犹太人吼，塔木内底有规定讲，囡仔长龄了后，长龄差不多3岁啦，长龄了后吼，女的对查某囝训练因家事啦，做厝里的代志，做训练。查甫的咧，查甫的老爸爱做什么代志？查甫的吼爱教因托拉，爱将上帝这名甲因教，爱教托拉。啊，个吼较大汉了，爱替因找某，爱替因找某。啊，个一个是爱教因一个无声的技能。犹太人的囡仔吼，真侪拢承接老爸做老爸咧做的代志。耶稣是目光，约瑟是目光，保罗吉布旁，因拢有无声的技能。彼得甲约翰掠鱼，因老爸嘛掠鱼。这是他们内底规定老爸都爱做的代志。啊，搁一项真趣味，爱教囡仔收水，洗收水。你有感觉？你是安那？摩西无可能讲，恁着圣经无讲摩西叫因着教收水，是安怎着教收水？这是真趣味的代志。收水吼，你若会晓收水吼，你较有机会哦，袂死。你若伫水底，你袂晓收，你就是袂晓收啊嘛。毋过，真侪人住伫水边啊，有时啊大水来，你若袂晓收水，就是袂晓收水。他母叫爸母都爱教囡仔收水，互因有一个搁活落去的机能。这是咱安尼看。对灵性方面来看这项代志，对灵性方面看这项代志，这个世间是苦海，咱大家常常讲这句话。伫这个苦海内底，当时大鹰要来，毋知。伫迄个大鹰来时，你若会晓收水，你的头壳会当浮伫水面。你若袂晓收水，啊，就是再见啦。因为老爸将上帝话传互囝，是用上帝话教囡仔，要安怎伫即个大海中间收水。会晓收水的人哦，拢捌去互水砸着。你学收水，逐个都捌。拢捌伫游泳池内底食水过啦，大家拢捌。互水砸着袂死，会艰苦袂死。啊，
无法度会食水，你若会晓受嘛袂死。人生的苦海，这个世间真侪代志会互咱砸着，会互人无啉水袂使。总是你若有得到这个 legacy 传承，你会晓受水，你袂沉死。咱来参加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通过什么？伫这个父亲节时，互阮过一摆反省。阮做老爸、做阿公、做兄弟、做姊妹、做老母、做阿嬷，过一摆伫遮省察阮家己。阮得到头前的人将你的道理教示阮，互阮捌你。阮恳求你，互阮无袂记得这个恩典，会将这个恩典传落去互阮的后代。阮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三甲想这个代志。愿你的圣心帮助阮，祈祷奉耶稣的名。